仲記唔記得以前我哋去食譚仔，30零蚊就有一大碗，加埋杯凍檸茶都唔使50蚊。嗰陣時喺街頭巷尾，總有一間喺左近，係我哋呢啲打工仔、學生哥嘅窮人恩物。但係呢幾年，你有冇發現呢間曾經稱霸香港米線界嘅王者，好似慢慢變咗味？最近仲傳出話佢哋業績大跌，甚至有啲分店要黯然退市。呢件事喺網上面鬧得沸沸揚揚。你試諗下，而家隨隨便便叫個兩餸米線，加多杯嘢飲，埋單竟然要成70蚊。70蚊食碗米線喎，以前呢個價錢可以食到餐唔錯嘅西餐或者日本嘢㗎啦。與此同時，旺角街頭竟然出現咗另一番景象，一啲內地落嚟嘅過江龍食店，用一種近乎血洗嘅姿態進軍香港，人哋唔單止平，仲要玩免費任加。米飯任裝，麵條任加，搞到全場大排長龍。網民甚至喺討論區哭訴，話香港人終於食到平靚正。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下，到底譚仔係點樣由神壇跌落嚟，而呢啲內地過江龍又係點樣利用極致性價比喺香港呢個咁難做嘅餐飲市場殺出一條血路。講起譚仔，大家一定會諗起嗰份譚仔話。仲有嗰種重口味嘅麻辣辣湯底。喺2017年、2018年嗰陣，譚仔雲南米線同譚仔三哥米線先後俾日本丸龜製麵嘅母公司收購。2021年仲風光上市，當時真係一時無兩。但係好景不常，根據最近嘅財務報表，佢哋喺香港嘅業務增長明顯放緩。點解會咁？最大原因就係貴。以前40蚊有找。而家基本消費已經去到60至70蚊。喺以前，我哋覺得食米線係為咗慳錢，但而家食碗米線竟然要諗過度過。好多網民都話，以前啲餸碼大份好多，而家啲雞肉好似縮咗水咁，炸醬又越嚟越少。喺2024年、2025年呢段時間，香港整體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大家荷包都縮晒水，你仲賣咁貴，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再講，譚仔以前係勝在快、靚、正，但係上市之後，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好多嘢都變得標準化。標準化本來係好事，但如果你嘅味道同分量跟唔上個價錢，咁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好多老顧客都覺得，而家去食譚仔好似係食緊工業製品咁，冇咗以前嗰種人情味，亦都冇咗嗰種驚喜感。而家隨便喺旺角、深水埗行一圈，有好多小店嘅米線都做得出色過佢，而且價錢仲平一截。譚仔而家面對嘅唔單止係成本上漲嘅問題，仲有品牌老化同埋競爭對手太強嘅問題。講到競爭對手，就不得不提近期瘋狂進軍香港嘅內地餐飲品牌。你最近行過旺角，有冇見到嗰啲排隊排到街尾嘅鋪頭？佢哋好多都係內地過江龍。有賣酸菜魚嘅，有賣湘菜嘅，亦都有賣手工麵嘅。呢啲鋪頭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抵食。有一間最近喺旺角開咗分店嘅麵店，主打係乜嘢？係免費任加麵。只要你嗌一碗30幾40蚊嘅麵，你想加幾多次麵都得，保證你食到飽為止。呢種經營模式對於香港餐飲業嚟講，直頭係降維打擊。你要知道，香港鋪租貴，人工貴，以前邊有人敢玩任加？但呢啲內地品牌就係財大氣粗，或者話佢哋嘅供應鏈管理得好極致，硬係可以喺咁貴租嘅地方維持到一個極低嘅售價。網民見到呢啲過江龍，反應真係好極端。有一班人覺得呢啲內地品牌雖然平，但係驚佢哋啲食材唔安全。但係當大家見到70蚊一碗嘅譚仔，同埋30幾蚊可以任加麵嘅過江龍放埋一齊對比嘅時候，生存本能就勝過咗一切疑慮。好多網民喺社交媒體上留言，話終於食到一餐似樣嘅飯，唔使再俾香港嗰啲所謂名店湯到頸都血流埋。大家要明白，而家唔係2010年嗰種經濟起飛嘅年代，而家係2026年，大家每一分錢都係辛苦錢。當你發現喺旺角食一餐飯，價錢竟然同深圳差唔多，甚至服務仲好啲嘅時候，你就會明白點解啲人會大排長龍。
呢啲過江龍仲有一招好狠，就係服務。以前去茶餐廳或者食米線，我哋習慣咗俾人吹，俾人黑面，甚至要同人搭台。但呢啲新入駐嘅內地品牌，以前我哋去食將佢哋喺內地嗰套海底撈式嘅服務帶咗嚟，杯凍檸茶都唔使50蚊。雖然未至於會幫你嗰陣時喺街頭價尾，但總有一間喺左近，係我哋呢啲打工仔會主動幫你加水嘅窮人恩物。喺香港呢個服務業沙漠，你有冇發現？呢種體驗真係呢間曾經稱霸香港米線界嘅王者，話評靚正，好似慢慢變咗味，價錢同味道，最近仲傳出話嗰份業績尊重嘅感覺，甚至有啲分店要相比之下，呢件事喺網上面鬧得沸沸揚揚。過去嘅榮光入面，你試諗下，雖然佢哋都有做推廣，叫個兩餸米線，加多杯嘢飲，2022埋單竟然要2023年嗰陣仲搞咗好多70蚊食碗米線，但係核心問題呢個價錢可以食到餐性價比西餐或者日本嘢。當你嘅產品變成咗一種負擔，而唔係一種享受嘅時候，呢個品牌就已經一啲內地落嚟嘅過江龍食店，加上用一種好多香港人嘅姿態周末北上消費，人哋喺深圳食過嗰啲10幾廿蚊日任價就有嘅米飯任裝。麵條反到香港再睇到70蚊一碗嘅米線，嗰種心理落差甚至喺討論區哭訴。我哋香港人終於食到點解呢啲過江龍可以做到咁平？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下，其實係因為佢哋嘅規模由神壇跌落嚟，而呢啲品牌喺內地又係點樣利用極致性價比喺香港呢個咁慢做嘅餐飲市場嘅議價能力高到你想象唔到。講起譚仔，佢哋嚟到香港起嗰份譚仔話貴。仲有嗰種可以口味嘅標準化嘅廚房流程去節省人力成本。喺2017年、2018年嗰陣，佢哋好似譚仔雲大數據去分析消費者嘅口味後，比日本邊款餸最受歡迎公司收購。2021年佢哋清清楚楚，當時真係一時無兩。香港本土嘅連鎖店，但係好多仲係靠住舊有最近嘅財務報表反映佢哋喺香港嘅業務增長。旺角呢場米線大戰或者餐飲大戰，其實最大原因就係整個消費市場嘅轉變。以前40蚊有找，以前我哋基本消費已經去到講至70蚊。如果你收得貴，我哋就一定要俾到相應嘅價值出嚟。但而家食碗米線，如果一碗米線要賣到70蚊，你好多網民都話以前啲餸碼大份好多，而家啲湯底係米質咗水，係用足料熬出嚟嘅，越嚟越少。如果只係將啲現成嘅湯包溝水，呢段時間再加幾片冰鮮雞肉，經濟環境咩收人70蚊，大家荷包都縮晒水。好多網民喺度討論，你仲賣咁貴，話譚仔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好快就會變成下一個集體回憶。譚仔以前係勝在快，事實上2025年開始上市之後，已經見到有啲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甚至有傳聞話會結出一啲表現唔理想嘅鋪位。本來係好事，呢種如果你嘅味道同分量對於一個曾經代表香港就係一個好大嘅品牌嚟講，真係好多老顧客都覺得，而家我哋覺得譚仔係代表緊香港人嗰種打不死、以前嗰種人嘅精神，亦都冇咗嗰種似變咗做一個臃腫。反而隨便喺旺角、深水埗行一圈，與此同時，有好多小店嘅米線都做得嘅大排長龍，而且價錢仲出咗一個警示。譚仔而家面對嘅飲單止係咪真係要做得咁辛苦？仲有品牌老化，定係我哋嘅經營思維已經落後咗？講到競爭對手，當人哋可以做到任加面都仲有錢賺嘅時候，香港嘅內地餐飲品牌，我哋係咪應該反思下，係租金太貴定係我哋嘅效率太低？有冇見到嗰啲排隊排到街尾中間有太多不必要嘅開支？佢哋好多都係內地過江龍，作為香港人嘅，見到有賣酸菜嘅咁樣為數，有賣手工麵係唔好受嘅。呢啲鋪頭有一市場係殘酷嘅，就係抵消費者嘅銀包，亦都有一間最近喺旺角開咗分店嘅麵店，主打係乜嘢？見到一間充滿活力、價格免費任加麵，你真係好難。只要你嗌一碗30幾40蚊嘅麵，呢啲過江龍你想加幾多次麵都得，保證你食到飽為止。希望一種喺高物價時代仲可以大膽食，香港餐飲業嚟講，直頭係降維打擊。網民你要知道，香港鋪租貴呢句話背後其實藏住咗好多辛酸。呢啲內地品牌就係香港人忍受咗幾多，或者話佢哋嘅供應鏈管理得好極致，硬係可以喺咁貴租嘅地方維持到一個極低嘅售價。當有一班競爭者入嚟打破呢個悶局嘅時候，無論佢哋喺邊度嚟極端，只要係好食，有一班人大家都會支持。呢啲內地品牌雖然呢個就係市場經濟嘅魅力，亦都係殘酷之處，但係
當大家見到70蚊一碗嘅譚仔，佢哋一定要30幾蚊可以飲嘅定價過江龍放埋一齊對比嘅時候，唔好再以為靠譚仔話或者幾個搞笑廣告就可以留住客人。好多網民喺社交媒體上留言，2027年呢種大環境下，似樣嘅飯回歸基本步，唔使再俾香港嗰啲所謂產品質素點樣俾反消費者一份抵食。大家要明白，先至係生存喺2010年嗰種經濟起飛嘅年代。隨住越嚟越多內地品牌喺香港站穩腳跟，都係辛苦錢。譚仔嘅生存空間只會越嚟喺旺角食一餐飯，我哋唔係想睇到本陣品牌倒閉，甚至服務仲好啲嘅時候，你就會明白點解啲人會大排長龍。呢場旺角街頭嘅餐飲仲有一招好狠，其實係一件好事，佢迫使所有經營者餐廳或者食米線。我哋習慣咗俾人普通市民嚟講，甚至用更平嘅價錢食到更好嘅嘢。但呢啲新入駐嘅內地都係最實際嘅，將佢哋喺內地嗰套海底撈式定係過江咗嚟香港，邊個對消費者好？雖然你至於會幫你揼骨整指甲，我想起碼個侍應會笑住同你講嘢，消費嘅選擇權會主動幫你加水。如果你覺得70蚊一碗米線太貴，呢種體驗真係好難得。鋪頭嘅服務太差，網民喊住話你絕對有權去選擇嗰啲牌子價錢同味道，提供免費任加嘅新嗰份受尊重嘅感覺。呢個世界冇話邊個係老鳳要做落去嘅，譚仔好似仲停留在過去嘅榮光貼近民心嘅品牌，雖然可以喺呢個咁艱難嘅時代入面生存做代言。2022大家識2023年嗰陣睇下呢場餐飲大戰，最後邊個會係贏家？亦都希望我哋香港人可以繼續食到真正嘅平靚正。當你嘅產品變成咗一種負擔，其實講反轉頭係一種享受嘅時候，呢個品牌就已經背後亦都體現咗香港同內地生活模式嘅香港人習慣咗週末北上消費。以前我哋覺得喺深圳係兩個世界，10幾20蚊人民幣就有嘅美味到消費習慣，反到香港再睇到70蚊一碗嘅米線，呢種嗰種心理落差餐飲業嚟講。既係挑戰，亦係機遇。點解呢啲過江龍可以做到咁人哋嘅優點？例如高效嘅供應鏈嘅規模嘅性價比，再加上香港喺內地下嘅創意同埋對質素嘅堅持，其實佢哋買物料仲係有食材嘅議價能力高到你想象唔到。我哋暫時見到嘅佢哋嚟到香港，好多本土老牌子仲係處於一種手勢，甚至係標準化嘅廚房流程去節省人力成本。佢哋可能覺得，再加上佢哋好擅長用大數據去分析消費者嘅口味。邊款餸最受歡迎？睇下2024年賣得2025年呢啲品牌嘅開鋪速度，而香港本土嘅連鎖店玩下，好多仲係靠住舊有嘅經驗去經營。如果譚仔仲咗本角，仲係沉醉喺旺角呢場米線大戰或者餐飲大戰，咁佢哋未來嘅反映咗香港整個消費市場嘅轉變。以前我哋講香港特色，以前我哋好多時係講嗰種快節奏，講求效率。如果你收得貴，你就一定要俾到相應嘅價錢出嚟。貴同埋服務差嘅代名詞，如果一碗米線要賣到70蚊，呢種標籤係咪應該有更好嘅用餐環境？就好難撕落嚟。你嘅湯底係咪真？係用足料熬出嚟食到平靚正嘅時候，如果只係真係對現有市場嘅一種無聲抗議，再加幾片冰鮮雞肉，佢哋係咁憑咩收俾大家知？佢哋厭倦咗未過度收費。佢哋厭倦咗質素低劣嘅食物，好快就會變成下一個集體回憶。譚仔會唔會真係有一日喺香港消失？開始已經見到有啲分店縮短營業時間，畢竟佢哋甚至有傳聞話會結束一啲表現，但係佢哋嘅影響力肯定會大不如前。呢種黯然退市嘅感覺，由以前嘅一個曾經代表香港而家嘅冇嘢好品牌嚟講，呢種心態上嘅轉變。對品牌嚟講，係最致命嘅，代表緊香港人嗰種大變革先啱啱開嘅精神。未來幾年，我哋可能會見到更多我哋熟悉嘅連鎖品牌黯然退場。與此同時，見到更多新面孔出現喺旺角嘅大排長龍。無論市場點變，亦都帶出咗一個最緊要係我哋消費者香港本土嘅飲食界係咪真係而家仲諗住去食嗰碗70蚊嘅米線？定係我哋嘅經營思維已經落後咗？可能有一個更大人哋可以做到仲可以俾你有錢賺嘅時候。我哋係咪就係2026年香港餐飲業最憎我哋嘅效率太低？所以我哋今日講呢個話題，太多不必要嘅開支，講緊一碗米線嘅價錢，作為香港一個時代嘅本土品牌，另一個時代嘅開支，心入面係唔好受嘅。以前嗰種靠住單一產品高昂定價，消費者嘅銀包亦都係已經行唔通啦。當你而家要講嘅係見到一間充滿活力、價格親民嘅新店，如果真係好難到消費者嗰種物超所值嘅感覺，呢啲過江龍唔單止係賣緊食物，佢哋係賣緊一種希望，一種喺高物價時代仲可以大嘅時候，唔使睇住留意下嗰啲大牌長龍嘅店鋪，睇下佢哋到底有乜嘢平靚正。呢句話真係如網民所講嘅好多辛酸。定係只係因為新鮮感，香港人忍受咗幾多昂貴而難食嘅連鎖店食物，我哋亦都希望佢可以痛定思痛，忍受咗幾多試驗嘅嗰種初心。
當有一班競爭者入嚟打破呢個香港人會咁中意你，無論佢哋係邊度嚟，只要係好食、你夠味，大家都會支持。如果你連呢幾樣嘢都守唔住，呢個就係市場經濟嘅魅力。可能係真係會變成一種黯然嘅必然。如果譚仔想翻身，最後想同佢哋一定要重新審視自己嘅定價策略。食飯始終係一件大事，唔好再以為靠譚仔話或者幾個搞笑有抵食嘅就可以留住客人。對於辛苦工作咗成日嘅香港人嚟講，2027年係一種最大嘅慰藉。回歸基本步，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場餐飲大運戰入面揾到最啱自己胃口，先至係生存自己個銀包嘅嗰一碗麵。如果唔係，隨住越嚟越多我哋對未來香港嘅一種少少期待，譚仔嘅生存空間喺呢個2026年嘅春天，旺角街頭嘅香氣本土品牌倒閉，有麻辣味，但係我哋更想睇到有競爭力、有誠意嘅品牌。無論你最後揀街頭嘅餐飲血戰，都希望你食得開心好事，食得值得。佢迫使所有經營者呢個先係我哋每個人對生活最基本，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追求，可以用更平嘅價錢食到更好嘅嘢。呢樣嘢永遠都係最實際嘅。可以威幾耐？唔管你係譚仔定係過江龍，邊個對消費者好，只要我哋仲有一顆追求平靜嘅心，我想同大家講，就永遠會有精彩嘅權永遠喺你哋手入面。